我能穿你哥哥的衣服，你身形这么瘦小，怎么穿我的衣服呀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我行走江湖多年，区区这么一点小事，我还是有办法的。到时候我扮成你出去，把他们给引开。你到了书画斋，我再回去找你，就这么定了啊！怎么了？难道你还怕我把你这身行头骗走了不成？小兄弟，你说笑了。我知道小兄弟啊，你是一个身怀绝技、行侠仗义的人，哪会在意身上这些俗物呢？只不过，我担心你这样帮我，会不会有危险？哎呀，我的轻功你又不是没见过，区区小意思啊。那就多谢小兄弟了。想不到这天子脚下，北京城内，光天化日还有人抢劫绑架，也难怪朝廷会实行严苛的刑罚。亏你还饱读诗书，这什么狗屁道理？推行暴政，我虽然不懂国之大事，但是我也知道，唯有仁政才能治理天下。还愣着干什么呀？赶紧去换衣服呀！哦。你不是龙三，怎么样，中了小爷的金蝉脱壳之计了吧？傻了吧？那个龙公子我们跟了好久了，今天就是你坏了我们的好事。所以你们想干嘛呢？快！完了完了，这下惨了，龙三啊，我不过吃了你一碟点心，却要把一条命赔给你了。你肯定会误会我顺走了你的财物，在背后骂我见利忘义、不讲信用。哎呦，真的是冤枉死我了！少主，今天有人破坏我们的计划。哦，什么人？这个人的声音好熟悉啊！放下。欢妹，怎么是你啊？把绳子解开。猪哥哥，猪哥哥，怎么会是你啊？少主，这位是？她是我的小师妹易欢。啊，这些打架劫舍的人，你认识啊？你别胡说，他们都是我们联盟的好兄弟。易欢姑娘，刚才真是多有得罪，没想到我们居然是大水冲了龙王庙。你们为什么要劫那个龙三啊？京城的达官贵人们都爱去那第一酒楼，所以我们在酒楼当中也安插了眼线，方便我们打探消息。这几天来，我们发现那个龙公子经常出现在第一酒楼，暗中查访各种民间消息，行迹可疑，出手又非常阔绰，所以我们打算绑了他，盘问盘问，顺便从他身上捞点钱财，用作咱们联盟的活动经费。没想到啊，却让你给破坏了。哎呦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，各位，我不知道你们是自己人，我还以为他们是绑架良民的土匪呢。我一大早就接到师傅们的飞鸽传书，说你也来了京城，让我务必保护好你。我正想着怎么才能找到你，没想到我们竟以这种方式见面了。